Hello，咁多位朋友、網友，大家好，歡迎返嚟呢個頻道，欣賞我今日嘅呢條影片。今日想同大家講講嚟緊呢一個星期日將會播出嘅一個直播節目啊，叫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啦。嗱，一年一度嘅所謂香港電影嘅盛事，我自己相當期待。唔知你係咪同我一樣都係香港電影港產片迷啦？如果係嘅話呢，相信你呢個禮拜日呢都會鎖定喺電視機旁邊呢，欣賞呢一個直播節目噶啦。嗱，今日呢條片呢講講呢一個呢頒獎典禮，但係我想講嘅並非係一啲什麼獎項裏邊呢嘅一啲嘅預測啊、個人心水啊，又或者大熱作品等等。因為呢，我相信近排呢坊間喺無論唔同嘅頻道啦傳媒報道，又或者係啲 YouTuber 都講咗唔少佢哋嘅心水，而當中呢，我諗有好多呢都係重疊，大家聽到唔少噶啦。咁啊，我諗呢，今年啊，所謂大贏家係屬於邊一部電影或者邊位即係演員嘅話呢，我諗大家呢都有一定嘅即係心裏邊呢都已經即係估到係邊個名字啊，係嘛，邊一部電影噶啦嚇。咁我唔需要多講，不過我想講講周遭關於香港電影嘅嘢，希望你有興趣呢聽落去啦。嗱，首先講講呢，今年呢個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我相信會係近排啦嚇。講緊近年裏邊歷年嚟呢，都相當算係矚目，同埋將會係幾精彩嘅一個直播嘅節目。好多朋友會即係好期待呢一個盛事噶啦。點解呢？點解往年可能同今年比較嚟講係會遜色啲呢？因為今年呢實在呢有好多部出色嘅港產片係上映啦，而且呢聲勢相當轟動啦嚇。好多呢係好嘅口碑啦，甚至乎係好好嘅票房。就係講兩部啫，過億電影，一部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另一部就係我自己都好喜歡嘅《破地獄》。大家知道噶啦嚇，即係無論票房係即係突破咗歷年嚟嘅紀錄之外呢，仲係口碑相當之好啦嚇。咁啊，破地獄呢，更呢係喺即係近期呢再呢出現喺即係呢個電影嘅大銀幕度，因為呢，佢有個所謂加長版，當然只係長咗10零分鐘，即係好多坊間呢有講過就係話呢，喂，佢長咗唔係好多啫喎咁樣。咁其實呢係咪覺得係有少少覺得係即係貪心啊、呃錢啊等等啦嚇？但係呢，其實我覺得唔係咁睇嘅，因為大家知道呢，其實佢裏邊呢多多少少有啲唔同嘅 adjustment，咁變咗呢。即係 overall 好似多咗只係10零分鐘嘅一個duration，即係個長度啦嚇。咁但係呢，其實內容呢係有少許嘅調整，其實唔可以話調整，只不過係叫做圓滿咗某一啲嘅關係，叫所謂填充咗啦嚇，一啲所謂空洞咗嘅地方，咁令到大家呢係對於當中裏邊一啲人物呢係即係叫即係再清晰咗。雖然你話係咪多咗 information 多啲資訊，有冇同整體嘅故事有即係唔同咗嘅效果啊、感覺啊、結局等等呢？當然係冇嘅。佢嘅結局，佢嘅整體嘅一個中心思想係完全一樣。但係我相信中意呢部電影嘅朋友係會喜歡睇一個咁完整、咁圓滿嘅加長版。好啦，咁講破地獄暫時講到呢一度先，講翻香港電影金像獎呢一個盛事。其實呢，我近乎每一年我都好即係好期待啦，同埋呢係會追看呢個頒獎禮。但係今年會特別精彩，係因為呢，除咗係好激烈噶啦，可以咁講，今年咁多部出色嘅電影嘅競爭係激烈啦，同埋裏邊當中呢，有好多天王巨星可以咁講啦嚇。咁大家呢好期待呢將會出現，而且佢哋呢，我諗係大熱之選啦，大家會好期待睇佢哋呢當中究竟會發生啲咩事。因為呢，每一年我相信呢，去到最後啊，大家睇完晒成個頒獎禮之後啦，咁你可能話我估啱咗，又可能話我係估錯咗咁，但係到最後我哋談論得最多嘅呢，好多時就係出席頒獎禮嘅，無論係頒獎嘉賓又或者係得獎者都好啦，佢喺台上邊佢哋係講過啲咩說話啦，call 翻佢哋講過啲咩至理名言，一啲好發人心醒嘅熱血嘅一啲嘅說話啦，得獎者佢哋有幾咁感動啦嚇，佢哋嘅答謝嘅即係一番説話當中，究竟有幾多嘅情緒喺度啦嚇？佢哋可能好多咧係捱咗好多年啦，有好多已經係即係去到一個絕望嘅階段，其實咧係一早應該已經選擇放棄，但係佢哋冇放棄到佢嘅夢想，結果終於咧捱出頭來攞到呢個獎，亦都有部分可能咧係好幸運嘅，得到呢個幸運之神嘅眷戀，而所以可能係出道區區幾年已經攞到即係大獎啦，得到即係坊間無論
論電影人啦，又或者觀眾嘅一個垂青，一個叫做賞識嘅等等，係咪？咁我哋呢，我諗最為人期待係佢哋呢一班朋友仔，即係可以話係個節目裏邊啊，呢個直播節目嘅主角，佢哋為我哋帶出嘅一啲乜嘢，可能係一啲嘅反省啦嚇，又或者有啲咩啟發性嘅一啲佢哋嘅説話。咁啊，除此之外，當然啦，當中亦都有啲表演成分嘅，亦都會係精彩嘅。咁所以呢，我諗今年大家都同樣係期待呢啲嚇，即係呢啲內容啦嚇。咁啊，今年會較為更加精彩，因為都係嗰句啦。好多部出色嘅港產片，所以令到呢成個競爭係相當之激烈嘅。所以我可以咁講呢，呢個禮拜日啦，將會睇到嘅呢個直播呢，除咗收視呢係我諗會相當之高啦，可以屬於一個收視之冠之外呢。嚇。而且咧，絕對會係咧相當之充滿咗話題性噶。不過我想講就係話咧，雖然我咧就預示到咧即係嚟緊呢一季，即係我哋將會收看到嘅呢個直播咧，將會係即係相當之矚目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嘅就係話咧，佢可能只係延續到過去呢一年啦嚇。香港電影即係咁光輝嘅一年，但係咧。好坦白講就係話呢，嗱，今年年頭呢，由賀歲片開始呢，我哋聽唔少嘅就係話呢，雖然賀歲片係多㗎，港產呢屬於嚇或者叫做香港電影背景嘅賀歲片係多嘅，但係呢，似乎口碑唔係咁好啦。咁同埋我哋知道呢，聽到阿古天樂先生咧都有講過就係話呢，唔好見到因為啱啱過去即係呢一年呢，好多作品呢都好受歡迎啊，又或者好票房呢，就預示到呢，香港電影係咪呢？哇開始呢有起色呢？其實呢。反地咧，阿古天樂先生自己咧就好坦白講咧，唔係睇好嘅。咁除咗佢之外咧，亦都有唔少嘅電影工作者、電影人咧都有透露過，就係話咧，相信預示到咧，今年香港電影咧可能咧將會幾慘淡。咁點解咧？有冇啲咩理據 support 咧？我相信就係話咧，好多喺業界工作嘅人士咧，其實咧相對地佢哋係知道究竟嚟緊呢有幾多部電影咧係有投資方願意投資去做拍攝嘅嚇，咁啊好可能就係話咧，大家知道咧，其實咧有好多無論係香港本土啦嚇，又或者國內都好啦，好多投資嘅機構咧，可能咧都係叫收水喉啊，即係唔肯咧俾太多錢去投資一啲嘅電影，所以咧預示到嘅就係話咧，嚟緊呢一年咧，可能唔多香港電影咧係能夠拍攝嘅。咁呢度咧，我有少少咧感慨嘅就係話咧，我發現睇到嚇過去呢一年電影嘅成就咧，就知道咧，其實我哋唔係冇人才，我哋係絕對有人才，有足夠嘅人才，有足夠嘅 talent 啦嚇。無論有創意嘅朋友啦，無論係有經驗啦，又或者係年青嘅有創意嘅一啲嘅即係新導演啊、新製作人都好啦。我哋絕對係有呢一方面嘅資源㗎。睇到好多作品呢，好出色，有好好嘅意念拍出嚟嘅，即係製作呢，所有嘅質素呢係相當之呢高品質嘅。但係原來有技術、有經驗、有人才都好啦。但係如果呢，即係所謂呢，如果冇錢呢，乜都唔使講，即係冇一定嘅投資嘅話呢，嚇，即係幾有創意都好啦，好多嘢、好多意念啊、好多畫面啊，甚至乎係需要動到嘅一啲嘅人力資源都好啦。冇錢嘅話呢，唔有足夠嘅即係呢個所謂財力嘅 support 嘅話呢，好多即係我諗呢啲咁好嘅意念呢，都唔能夠被拍成為電影。呢一個係有啲感慨嘅。咁啊，亦都講緊嘅就係話呢，我諗嚟緊呢，只能夠講，如果香港電影要即係繼續呢，係可以能夠有好嘅成績嘅話呢，可能呢，除咗大家要即係緊守崗位啦嚇，可能辛苦啲捱下啦。一有機會嘅話呢，就要盡量呢，我諗係可以咁講啦。香港人嘅精神係搏到盡，盡量做到最好。希望呢，無論得少少，可能得幾部啊貨仔都好啦，做到最好呢，俾翻一啲成績大家睇嘅話呢，咁就可以吸引到呢多啲嘅投資呢嘅機構呢，有信心能夠再投資翻。咁啊，希望呢，今年可能唔係咁好嘅話呢，來年會有更好嘅成績啦，更加多港產電影可以製作嘅。好啦，咁啊，我想咧將個 focus 擺翻喺嚟緊呢一個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第43屆，我預為咧係會近年嚟講咧係比較矚目啦，比較高度談論啦，同埋咧係精彩嘅嚇，好多叫所謂升級嘅，即係我哋嘅無論係製作人員啦，或者幕前嘅朋友都啦，可以喺呢個晚上會見到噶啦。咁啊，首先講講呢，我相信大贏家
好肯定，即係我自己好肯定啫嚇。咁啊，都係要睇埋星期日先知。就係咧呢個破地獄，我自己好喜歡。點解咁講呢？嚇？當然佢呢就本身有18項提名，已經成為一個咧提名嗰方面嘅大贏家㗎啦嚇。咁但係提名多唔代表你獎項多，但係呢，其實無論佢嘅聲勢啦，無論係見到一啲業界人士對佢嘅支持啦，同埋呢，佢出嚟嘅真係咁好嘅成績呢，都好似似乎 support 到呢。佢雖然提名多，但係呢可能獎項都會多。另外呢，僅次於呢一個破地獄呢，就當然係九龍城寨之圍城有14項提名，都相當之多提名。但係好啦，呢兩部之外，仲有一部㗎嚇，呢部呢就叫爸爸啦。爸爸呢，其實呢，當佢呢部電影呢上畫嘅時候呢，其實呢都係相當之呢係好多人談論啦，係好多人高度關注啦。除咗係因為佢嘅 topic 之外呢，而係製作出嚟之後嘅品質啦，同埋最緊要係演員劉青雲嘅演出呢，就亦都係高度嘅評價。咁啊，呢部電影係僅次於頭先講嘅破地獄同埋九龍城寨之圍城。咁啊，爸爸係擁有11項提名嘅，咁啊係第3入圍呢，係數目最多嘅一個電影嚟㗎。咁啊好啦，咁我就純粹想講講即係幾個大獎好唔好啊？咁啊都係嗰句，唔係特別講心水，只係覺得呢，其實感覺上呢係好想係可以見到呢一個作品能夠攞到獎啦，又或者呢，希望佢呢能夠呢就即係有翻一定嘅成績，咁啊叫做呢嘉許翻佢嘅一個出色嘅表現啦，係嘛？咁啊先講講呢，我自己覺得嚇，即係男主角呢，好多人談論㗎啦嚇，因為呢，男主角方面呢，其實呢有兩大即係。我哋相當之期待嘅巨星就係許冠文先生嘅破地獄啦，同埋劉青雲嘅爸爸。咁除此之外呢，其實唔好睇少其他嘅即係被提名嘅作品呢，其實呢都係好值得關注噶噃嚇。除咗林峯嚇，亦都係一個好嶄新嘅演繹啦，喺九龍城寨之圍城之外啦嚇。郭富城臨時劫案雖然好似一段長時間噶啦，但係當你諗翻起嘅時候呢，記憶猶新。佢嘅演出的而且確亦都係好破格嘅，好有趣之餘亦都淡然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喺度啦嚇。咁啊，我記得睇完之後呢，雖然即係嗰種叫冷幽默啊嚇，嗰種呢即係嗰種你想笑出嚟，但係你又覺得呢當中有啲黯然嘅嚇，佢都有啲即係俾啲感覺你嘅。佢嘅演出呢，其實呢我都覺得係歷歷在目㗎。咁啊，可惜嘅就係話呢，遇到強勁對手，當然更加唔可以小看嘅就係游學修啊，呢位年青人啊，拍咗呢部呢，看我今天怎麼說，其實好多朋友亦都係高度評價，因為呢，佢係關於即係呢個聽障啦嚇。咁喺聽障方面呢，佢游學修要去即係拍攝嘅時候呢，睇翻好多報道嗰啲訪問就知道啦。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因為呢，佢好似係要戴上個耳塞，真係要令自己聽唔到嘢。佢要真係進入一個呢叫所謂有聽障嘅人士啦嚇，或者佢哋咁講啦，叫聾人嘅世界裏邊嚇，去嘗試即係感受先至可以呢演活出呢個角色出嚟，一啲都唔簡單。咁啊，游學修一直嚟覺得佢都係一個天才嚟㗎啦。咁啊，佢都對於電影佢係好有熱誠，呢個我哋都唔需要懷疑。咁所以呢，佢今次拍呢部電影呢，其實呢，佢嘅成績係值得嘉許嘅。咁啊，都係嗰句嚇。雖然我覺得佢亦都係好有實力，好多朋友都覺得佢係值得攞呢個影帝嘅嚇。咁但係奈何啦，今年遇到即係好多勁敵啦，我只能夠講啦。咁所以呢，希望呢一個呢唔會打擊佢嘅信心，希望呢都係呢令到佢能夠呢持續保持住呢一份熱誠，希望繼續呢能夠香港電影呢有更加好嘅成績，好快脆有機會真係踏上呢一個舞台攞呢個獎。咁所以講到呢一度呢，我自己相信呢就係話呢，真係講緊呢都係劉青雲爸爸同許冠文破地獄之爭㗎啦嚇。咁啊，大部分人都睇好許冠文先生。其實我想講嘅就係話，雖然爸爸裏邊嘅劉青雲嘅演繹真係好破格、好另類，同埋呢嗰份嘅淡淡然嗰種感覺演出嚟，好多人都講咗噶啦。根本上呢，就係佢劉青雲先生嘅另一個層次嚟嘅，係從來冇見過嘅。基本上簡單嚟講就係唔似演戲啊，直頭係做一個真人一樣嘅嚇。咁啊，咁樣嘅演技其實雖然佢已經攞過好多次影帝啦，但係大家都覺得其實論呢個品質嚟講呢，佢應該攞影帝。但係點解許冠文嘅勝數，我自己個人覺得又好，又或者好多影評人都咁講噶啦，似乎係大啲呢嚇。除咗導演會已經頒咗呢個獎俾佢啦，咁啊大家覺得呢可能同導演會呢係個方向係一致之外呢，其實許冠文先生呢亦都係一個傳奇人物啦。因為佢喺第一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攞咗呢一個影帝之後，當然冇攞過啦。咁所以呢，感覺上哇，好係一件事啊！第一屆攞完，喺
今年第43屆再攞，咁啊隔咗咁多年啦嚇，咁啊同埋咧許冠文先生嘅電影嘅一個拍攝咧，佢哋見到佢成個進程咧係好有變化啦嚇，由以往嘅佢咧到今天拍啲嘅破地獄咧，又係完全俾一個嶄新嘅一個演技俾大家睇嘅嚇，咁啊變咗咧，亦都當然啦，亦都可以講到就係關於佢嘅年紀嘅關係啦，去到咁嘅年紀，雖然佢仲有魄力啦，似乎啊，同埋佢好似仲好努力去繼續咧去為大喺電影即係香港電影度貢獻啊，咁但係大家都會覺得會唔會真係可能呢一部之後，我哋講緊嘅嚇，可能佢唔再拍都未頂嘅噃，咁樣冇人知㗎，係咪？咁所以咧會唔會即係覺得哇，不如即係俾個機會俾阿許冠文先生攞咧，咁樣有呢個情意結喺度，我相信即係呢個裏邊當中有部分嘅即係因素啊，就會係關於許冠文嘅可能資歷啦、佢嘅年紀啦嚇，同埋佢嗰份意義喺度。咁所以呢，我諗再加埋啦，的而且確無可否認，佢喺破地獄都做得好好睇。咁所以呢，我覺得好大多數啦嚇，兩王之爭呢，許冠文可能會贏嘅。我諗講埋女主角啦，女主角呢，我諗呢，好多人都講，亦都係啦，大熱之中嘅大熱。我自己都好睇好，亦都好想去攞嘅就係韋斯亞破地獄。理由唔使多講噶啦，好多人都講過噶啦，佢咁多年。亦都係嗰句啦，大家可能覺得唔公道啦，又講年資，又係因為年資係咪？咁當然年資係唔公道，但係都必須要講嘅就係話，代表住一個演員佢係擺咗幾多時間、幾多精力喺一個事業方面，無論當中有幾多掣肘、幾多。即係發生幾多可能唔同嘅，即係唔同嘅階段有唔同嘅事情，會令到佢可以隨時可能剎停，唔再繼續落去。但係佢都堅持，去到近年終於碰上陳茂賢導演去近年嘅成績唔差，去到最近嘅破地獄的，而且確亦都係一個好新、好另唔同嘅，即係我哋未見過嘅一個演技。咁我知睇得好動容嘅，老實講，韋斯亞嘅演出唔容易演嘅，淡淡然之餘，亦都有個感情喺度。咁所以呢。我自己好中意，好想去攞，咁但係佢唔係冇對手嘅。鍾雪瑩看我今天怎麼說呢，亦都係大熱嘅之選啦。好多人亦都好中意呢。歐嘉文嘅從今以後呢，亦都有好多人呢，亦都話喂，苦讀筆談善言都好睇咁樣。咁所以呢，其實佢有對手嘅。不過我覺得呢，芸芸當中呢，似乎呢，我諗阿韋斯亞呢，應該嘅勝算呢，應該都係最大噶啦。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想法啦吓。好啦，講埋男配角啦。男配角呢，我諗好多人都好想阿朱柏康攞嘅破地獄，我自己都好想，因為好多人話呢，喂，朱柏康呢，似係一個即係近期大家就會越嚟越認識佢啦吓，以前就唔係嘅，即係知道佢做舞台劇咁啊，因為近期多個機會演出啦。我諗係好多即係朋友仔呢都話喂，如果朱柏康攞就好啦咁樣，同埋呢，佢俾到一個嶄新嘅一面大家睇嘅都係以往朱柏康可能係做啲搞笑嘅角色居多啦，睇到樣想笑啦，呢一部大家呢係可以入到佢嘅世界裏邊。咁但係呢，佢嘅對手有古天樂，有伍允龍嚇，即係秦沛，我覺得呢個演出比較少啦部分嚇，咁所以呢，可能秦沛呢雖然做得好噶啦，但係呢都未必同佢爭啦嚇。咁但係阿古天樂、伍允龍嚇，尤其是伍允龍啊，都好多人談論，好多人喜歡佢嘅演出嘅喎。咁會唔會係一個即係都幾大嘅一個叫所謂競爭對手呢？嚇？伍允龍呢個絕對係嘅嚇。咁所以呢，我諗呢，大家即係呢個呢，好難講，究竟係朱柏康攞啊，定係話係阿伍允龍攞啦？咁但係呢，我諗都好多朋友好想叫朱柏康攞啦。至於古天樂呢，的而且確都係一個好強嘅競爭對手嚟嘅。古天樂係咪影帝級嚟嘅噃？咁樣竟然呢，就落咗嚟同佢爭配角，咁所以呢度呢係有啲即係有啲唔肯定啦。我覺得係咪朱柏康攞到呢？定還是真係會俾九龍城寨之圍城嘅古天樂或者伍允龍攞到呢？咁我哋呢就唔知。但係一個比較肯定嘅就係話女配角呢，似乎呢，谷祖琳喺爸爸演出呢，屬於大熱啦呢次。我覺得都好大機會係由谷祖琳攞呢個最佳女配角噶啦噃，因為呢，佢嘅對手我哋知道呢，我談的那場戀愛嘅鄧麗欣其實呢個戲份比較少啦，而同樣地同一樣啦，就係話破地獄咧嘅梁雍婷，破地獄嘅韋羅莎，兩個都係好好嘅演員，兩個都做得好出色噶啦。雖然佢哋喺破地獄嘅即係演出嘅部分係少，但係都真係好動容、好精彩，令我好深刻。但係都係嗰句，因為部分都係
比較少嘅。咁所以呢，我諗就咁睇芸芸當中呢，似乎呢，谷祖琳呢，因為佢喺爸爸度呢，始終飾演嗰個係媽媽嘅角色呢，戲份比較重，比較緊要嘅。咁同埋佢嘅演技其實一向以嚟佢做戲都好睇㗎啦。咁所以今次嚟講呢，我覺得呢，似乎最佳女配角呢，谷祖琳應該咧會憑爸爸咧奪得㗎啦，呢個我諗咧都冇男配角咁多懷疑啊，一啲疑點啊，係咪？好啦，咁我想講講最佳導演啦，最佳導演，都係私心嚟㗎啦。當然你係好想破地獄嘅陳茂賢攞啦，但係似乎咧呼聲最高嘅鄭保瑞啊，《九龍城寨之圍城》。咁其實你咁講啦，爸爸咧其實拍得好睇嘅，破地獄拍得又好好睇。咁但係點解呼聲最高會係鄭保瑞《九龍城寨之圍城》呢？因為咧好多朋友覺得咧係比較全面嘅。鄭保瑞一直以嚟咧，當然咧拍戲咧，佢拍過好多唔同種類嘅電影，都拍得好出色啦嚇。佢好有技巧嘅，好識得運用呢個鏡頭講故事。咁但係咧，尤其是《九龍城寨之圍城》呢，我諗咧佢嘅製作咧嗰個係製作係相當之龐大嘅。佢裏邊嘅即係牽涉到嘅，無論係佈景啦，無論係演員啦，無論係做到好多動作特技啦，其實呢，要管理嘅範圍係相當之多。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話呢，成部電影出嚟嘅品質咧係一絲不苟嘅。可以咁講啦，每一個部分呢，似乎呢都係做到最好，道具啊，無論係置景啊，無論係演員啊，鏡頭嘅調動啊，啲動作嘅安排等等啦，咁啊當然全部唔係鄭保瑞一個人嘅功勞，但係作為一個導演嚟講呢，佢嘅管理係相當之咁重要嚇，佢要協調啦，佢要去設計啦，同埋要去管理成件事 oversee 成個 project。咁所以呢，佢嘅功勞咁大呢，我諗相信全面啲嚟睇嚟講呢，我自己當然啦。咁多部之中呢，我自己始終呢，即係兩部我都中意啦，破地獄同九龍城寨之圍城。但係雖然呢兩部都好中意，咁啊可能我會較喜歡破地獄，但係其實呢，即係講緊多視覺效果睇啊，九龍城寨之圍城感情亦都寫得好到位呢。我自己呢，都可能會覺得咧，鄭保瑞呢，今次攞最佳導演嘅機會呢，係呢略略啦比陳茂賢大嘅。咁所以呢，我相信呢一個晚上好可能會見到鄭保瑞舞台上邊攞到呢一部啦嚇，即係喺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嘅最佳導演呢個獎項啦。最後講埋最佳電影，亦都係呢，我諗係最 overall 啦，講緊嚇所有嘢之中最全面噶啦，令我諗係評審又好，觀眾都好咧，覺得呢，哇呢一部電影啊，呢部港產片係代表到今年嘅香港嘅嚇。咁我諗如果講到代表香港嘅話呢，代表今年嘅香港呢，呢個精神呢，無論破地獄、九龍城寨之圍城都好值得攞呢個獎嘅嚇。爸爸唔係唔好睇，不過如果講個全面度嚟講呢，可能會較破地獄同九龍城寨之圍城遜色，因為始終爸爸係單一啲，佢係講一個呢，即係悲喪一個呢真人真事去講翻成件事啦，係裏邊即係發生咗件案件之後嘅裏邊牽涉嘅人物嘅感情，而破地獄同九龍城寨之圍城所包含嘅範圍係比較廣泛啲嘅，我自己咁講。咁所以呢，呢兩部電影呢係值得攞最佳電影。咁當中邊部會大機會攞啲呢？咁我自己相信亦都幾希望嘅就係破地獄。雖然兩部電影我都中意啦，我都咁講噶啦。今年我最中意兩部電影。咁但係點解破地獄呢？我覺得係真係全面啲，因為佢嘅成個感情，佢觸動到你嘅，即係觸動到唔係淨係我啊，係大部分人嘅心情嚇，佢哋嘅感覺。因為就算我咁講啦，唔係每一個人都曾經面對過自己即係心愛嘅人嘅生離死別，唔係個人都有呢個感覺嘅。咁但係講緊離別，講緊離開呢，每個人呢somehow 呢都係曾經遇過啦，或者係見過啦，係嘛？咁所以呢，呢部電影最奇妙之處就係話呢，佢竟然裏邊有好多個部分呢都可以觸動到唔同嘅人嘅內心嚇深處嘅某一份感情嚇，令到大家咧都會勾起某啲嘅回憶，令到大家咧都會隱隱落淚嚇喺電影院裏邊嚇。就算你喊唔出都好啦，你都會有一份感慨出嚟之後。而且當然啦，點解代表到香港啊？就係話今年我哋知道好多朋友係一而再再而三走入去戲院度去重複又重複去睇呢部電影啊，直至到加長版都仲入去捧場，明知道佢只係加咗咁短嘅時間，係嘛？咁啊故事冇一點改變㗎啦，冇乜特別多新嘢俾你睇，都入去睇嘅原因就係可能係講緊我哋嗰份集體嘅回憶啊，或者集體嘅感情。咁呢個牽動到呢樣嘢呢，其實呢，又一啲都唔做作，一啲都唔牽強，因為陳茂賢佢係用佢自己
親身嘅經歷，佢話係當年佢嘅經歷，佢嘅心情，導致到佢即係有一份感覺想去拍出嚟，而最初佢拍出嚟嘅感覺其實係反而係負面嘅，但係後期因為種種嘅因素而將一個負面嘅情緒扭轉成為正面，咁呢一樣係相當之神奇。咁所以係陳茂賢一份真嘅感情擺咗落去部電影度，而造就到咧可以話係即係勾起大家集體嘅一份感覺喺度呢。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可以值得講得上係好代表今年嘅香港啦嚇。咁講到代表今年嘅香港，所以我都覺得呢係相當之有價值呢去攞今年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電影嘅。呢個就我小人嘅睇法啦。咁當然啦，我都係嗰句噶啦，我會當一個好好睇嘅 show 去欣賞呢一部作品。希望呢，今個禮拜咧睇完呢一個直播，睇完呢個頒獎禮，睇完好多位即係我哋好喜歡嘅台前幕嘅朋友喺台上面講咗一啲即係可以話振奮人心啦、發人心聲嘅説話，為我哋再一次可能希望係打氣啦。無論為我哋為香港電影嘅業界朋友都好打氣啦。咁希望呢，就算今年做得唔好都好，來年可以做得更好，好嘛？咁今日想講嘅咁多，如果中意嘅朋友俾個 like 支持，歡迎你留言 comment， 亦都希望你會 share 俾認識朋友一齊欣賞我嘅頻道嘅呢個影片。當然啦，未 subscribe 朋友希望你訂閱 channel 同埋朗朗鐘仔。下次同大家再傾過，睇埋呢一個直播之後再一齊分享。多謝你，拜拜。